今天好，就是介绍山内有哪里有两帮子山，我阿米斯，那就是说，其实祭歌啊，因为我们阿美族是有分官方认定的阿美族啦，是有分地域性的，有南势、秀姑峦、中部嘛，就是还有那个马兰呐、还有那个长恒村呐、这些的阿美族。那接下来呢，我就要是演绎一下，然后其实我桌上都是茶，看到吗？那种专业的林场，不好意思，因为我本身家族是天主教徒，但是不为和不冲突，好和平以和为贵，嘿，喝个茶啊，大家做朋友。那就是说，哦嗨哟嘿，哦嗨哟嘿，哦吼嗨哟你嗨哟喂嗨。啊喂嗨哦嗨哟哎哟喂嗨哈喂嗨，这是南沙美的，然后秀姑峦的，像是法丹的，我的部落了。我妈妈延续到我的，就是我的认同感的部落，就是说，哎呦，哎呀，诺哎嗨，嘿嘿，这边是打唱，嘿。哎呦，哦呀哟哎嗨，哎哦哎嗨，哎嘿啊嗨嘿呀哈嗨呀哎哈嘿嘿嘿嘿哈，他其实是因为那时候我访问领唱者哦，我们黄石生资深的老师，他是没有很详细的去讲。其实，如果是音乐老师或者说乐理老师，他们会讲说他是有一个嘴巴，就像我是语传系，我会想说唇齿音啊什么，就说前齿还是后二音啊这些的之类的，这是语言学老师，感谢你们。那就是接下来就是都兰的，像是这是我们的兄弟部落，我们的法基都会讲说都兰是都兰都是我们的兄弟部落。那我之前也有拜访过，那我的 YouTube 里面有一个叫杜兰星的，这是影片，那大家可以去看看。那就是要好海洋好诶海，哦诶洋好爱诶海，要好海洋好诶海，因为它就是哦诶洋好爱海，比较像海浪这样子哦，因为他们是算是靠海的部落啊，海洋阿美族，像我们是秀姑峦，是淡水河。它是河啊，就是淡水这种吃五锅鱼的啊都有啦。那那就是像海岸阿美族的话，他们就是比较吃海水里面的浮丁哦，欧利亚诺浮丁就是海中的鱼啊，比较多海产啊，那些海胆啊，这些章鱼啊。因为我本身另外一个部落乌拉利，它其实是大港口事件逃亡的后裔。那逃亡的后裔呢，他们的前面就是靠近，就是马古达艾嘛，就以前大港口那个地方。大家如果有去过大港口，大家可以去 Google 或者是就是探访一下，但是要尊重部落的循规蹈矩啊，这样子。那呃，马兰的就是那个嘛，郭一南郭先生呢、郭一南的郭啊，他是古拉斯，哎，马亨亨古拉斯吗？是这个很久以前有一个马亨亨呢，就是这个郭拉斯什么忘记了，应该是吧？
郭幸存，大家们记着举重那个，那就是说他们的歌谣是复音歌唱，像是。哎呀，吼啊嗨呀，哎呀吼啊嗨呀，哎呀哦呀，也是有点比较海洋性这种海洋民族的这种个性。那其实因为阿美族啊，他们以我们像我本身老家有瑞穗啊，哦，奇美啊那些武赫的，那个就是乌绕乌拉利那些瑞穗的那些部落哦等等的这些部落，都是跟我们有血缘关系啦，就是有亲属哦，都是就是像是像教授会讲说大同事件他们的后裔啊，那其实也有逃往到台东的，因为我之前有去过长滨呢、也是有亲属在那边。那这个歌谣呢，非常的有趣，而且富含人心啊。因为我喝的是茶，所以还没有开嗓吧，可能喝一些酒精，就是像是不能说甲醇，而是乙醇那种气泡式饮料，可能就会像领唱着他们的那个喝酒的饮酒文化的那个酿酒文化、饮酒文化，但是要合法合规的哦。但对打发弄的哦，打发弄的，我想一下哈、哦，他们跟法答案的真的是有一点就是非常的类似哈、哦。因为法丹的人会说他们的圣山是扎朱拉案，像我会知道说，其实我看过那个凤信里他们的山啊，真的就是我那时候以为是马锡山哦，扎苏拉案，后来因为达法隆和那个奇美他们是有一个圣山叫吉拉拉山，那南沙美是美仑山嘛，应该是吧？如果是圣山的话，或是中央山脉，对啊，我们的扎苏拉就是中央山脉，就那个马丹的人会说中央山脉下来的，那我这里是有另外一支影片去，就像那个阿美原力这支短片，哦，大家可以去点阅看看这样子。那打发弄的、哦，打发弄，我想一下，嗯，嘿哟哦海洋，他们有一个后海洋后海海，那是都兰的。我想一下哦，因为我有时候会忘记，因为我们都是虚词比较多了。像法丹它的完整记歌40分钟，然后有很多不同的歌谣，对啊，就是不同的曲调，然后接下来就是前面有一些那个主语是介绍说部落的过往的那个文化，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是法丹之歌，法丹之歌非常的有趣，而且非常的完整，去介绍说法丹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部落，这样的一个大部落，什么完美传统，又有符合文化价值的那种资产的这种歌谣，还有祭祖的这种信仰文化。那还有什么呢？又很少，像我们院长是打法弄，那我很少，就是我有去过打法弄的那个伊犁信啊，那打法弄的是嘿呀嘿呀哦海洋，嘿呀哦海洋，哦哎嘿嘿，哦哎嘿嘿呀嘿呀哦海洋，嘿嘿呀哦海洋。好哎嘿嘿，好你哎呀
嗨嗨嗨呀哦哎嗨，有没有很像？跟法丹的会有一点点类似。说真的是颇类似啦，但是没有。我只能说，就是其实法丹，我阿公那一辈的人是说一起共同哼唱出来的歌，所以这专用权还是属于全体啦，集体的，有富含法丹的协议啊，人们的这个人们就是写啊，无法答案奴无人们无法答案的这个协议的哦，绑架阿美族人哦，那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说，在我说明栏那边也有一些粉丝专业，还有别人推荐嘛。那我们希望呢，台湾股市呢也可以急起直追，然后为我们台湾呢、也可以塑造一个不同的奇迹啊，在这个世界。然后也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呃美梦哦，然后祝大家多看美食美景，多吃美食，然后多看美景，然后多听美好的事情，这样子也是贡献美好的事物哦，在各个不同的领域。那今天也分享到这边，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再制作，也会再拍摄呃更多的影片。那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订阅、按赞、分享、观看。那今天呢就分享到这边，拜。